周五亞市早盤嘅黃金真係停唔落嚟，現貨黃金又一次創歷史新高，一度直接飆到4379.52美元，連續第5個交易日上升，呢個勢頭簡直係瘋狂模式全開。之前話嘅4300關口早成過去式，而家直奔4400，今次金價能爆上4379，最大嘅新導火線就係美國兩間地區銀行出問題，佢哋披露有貸款問題，仲涉及欺詐指控。市場一聽到呢個消息，即刻驚借款人信用狀況仲有更多裂痕，恐慌情緒直線升溫。加上而家美國政府停擺，經濟數據冇得睇，大家對經濟嘅不安感越來越重，冇計啦，唯有搶入黃金呢個安全屋。避險買盤一湧，金價自然上升。仲有個因素都繼續發力，中美貿易摩擦又加劇，華盛頓同北京嘅貿易談判冇進展，反而緊張情緒升溫。大家都擔心全球經濟長期會受損，呢種擔憂又進一步推高黃金嘅避險吸引力。可以話，而家嘅金價係恐慌情緒加貿戰壓力雙重撐住，想跌都難。講到今年以來，金價已經飆升超65%，從低位一路衝到4379，真係升得有聲有色。再睇技術面，雖然黃金已經極端超賣，但日線圖上嘅上升勢頭仲好強，完全睇唔到跌嘅跡象，足見市場買入興趣有幾濃。相對強弱指數 RSI 仲堅定向上，而家喺86嘅高位。仲有金價遠超所有看升移動平均線，20日 SMA 先至3963美元，100日、200日 SMA 仲低喺3515、3279美元，呢啲數據都話你知，買家力量仲好勁。最後同大家講下支撐同阻力，支撐位最緊要係4271美元，跟住係4255、4243美元，只要唔跌穿4271，升勢就仲穩。而阻力位就係之前嘅高位附近。不過依家金價都飆到4379，突破阻力只係時間問題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買賣黃金嘅盈虧都要自己負責。想知金價今日能不能衝4400？想跟緊銀行問題、中美貿談嘅最新動態，快啲訂閱，俾個 like， 再 share 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後續走勢拆解實時送到你手，多謝收看。